真係眯埋眼揀都唔會後悔嘅頂級誠心4.0靚盤啊！奇關悅來。係啦，點解咁講呢？首先第一點，呢度係市中心嚟嘅。市中心，所謂市中心咧，就係所有嘅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同埋成熟嘅嚇。首先講下商場先，隔離步行2分鐘就係天虹商場。咁利和廣場咧，呢度過去5分鐘車程。另外一方面，醫療配套嚇，隔離有2間3甲醫院，亦都可以用到我哋香港嘅長者醫療券嘅。咁對呢方面嘅街坊咧，就非常之有好處啦。除咗呢啲咧，佢哋更加將呢個學位升級咗，將奇關悅來呢個樓盤納入咗我哋中山嘅百年教育集團入邊，楊先日教育集團，咁就更加進一步提升咗佢嘅價值嘅。除咗呢啲啦，講到出行，如果係要公共交通嘅話咧，呢度5分鐘啦，講多咗嚇，5分鐘左右咧可以去到地鐵口，10分鐘就去到高鐵站。如果你自己揸車嘅話，就更加方便啦。3分鐘可以去到呢個金鐘湖嘅高速路口。經由高速路口、高速路咧，北上廣州或者南下珠海、澳門，都只需要40零分鐘嘅啫，就係納入咗呢個大灣區嘅1小時生活圈嘅。講到咁好嘅話，我哋就即刻入去屋苑內部再去睇睇先。入到嚟我哋屋苑內部，可以見到我哋呢個好別緻同埋古色古香嘅一個宋式園林設計。小橋流水咁樣，同埋呢個古建築物，全部都係堅㗎嚇。同埋我哋面前見到嘅呢啲柱啊，全部都係喺內地嘅一啲宋式園林嘅名勝古蹟嗰度運過嚟嘅，全部都係堅嘢嚟嘅。無論係柱啦，呢個嘅門啊、門板啊，甚至上面嘅嗰啲瓦片瓦頂咧，全部都係堅嘅喎。咁食完飯啊、茶餘飯後啊，落嚟園區散下步咧，真係心曠神怡啊嚇！另外一方面嘅話，成個屋苑係有90幾畝嘅地，咁同市面上嘅一啲4.0住宅去對比咧，佢哋係60零畝、50零畝嘅地，起15座樓，而奇關悅來呢邊咧，只係起咗12座樓。佔地大咗，但係起嘅流動少咗，所以佢嘅居住密度係可以達到1.5嘅容積率嘅。簡單啲嚟理解嘅話咧，就會住得更加舒適。好啦，上到嚟示範單位，呢度係 lift 口位，不過未裝好啊。lift 口位呢度咧，全部都係當做入戶花園，全部俾你自己用嘅。過到嚟呢度子母門啦，呢啲係豪宅標配嚟㗎啦。入到嚟呢個廳先，首先見到好大嘅唔同嘅感覺就係呢度。會覺得闊落啲，同埋住嘅舒適性會高啲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佢有3.3米嘅層高啦，係啦，呢度係3.3米嘅層高，所以住落嚟咧會更加舒適㗎嚇。呢度係一個145方5房嘅戶型。首先呢度就會做咗個套房嚇。我個人認為咧，呢個房可以做返個長輩房，因為會同另外一邊嘅休息區咧會有區分開，因為老人家可能會早少少瞓覺嘅，咁就可以互不影響啦。空間非常之大，而且帶埋個套廁嚇，咁樣就會非常之啱用。過返嚟咧，呢度會有另外一間房，咁如果5房唔需要用到咁多咧，呢間房會稍為細少少。我建議可以用返嚟做書房、電腦房，甚至攞嚟打麻雀用都得。廚房呢邊比較常規，但係空間好大。呢度係至少有2.5米嘅闊度。咁L 型廚房啦、洗手台呢啲全部都係明廚明衛嚟嘅。咁對出去會有窗，通風效果會好好多。呢度有個細嘅生活露台嚇，生活露台攞嚟放下洗衣機、熱水爐同埋晾衫喺度就 OK 啦。過嚟個廳呢度係有5.5米嘅呢個廳嘅闊度。同埋見到我哋嘅露台亦都係非常之闊。呢個露台嘅話，目測係有20個平方俾到你用㗎，就好似我平時識開有位街坊講咁樣。小朋友喺露台呢度踩單車亦都 OK。睇埋另外一部分嘅休息區，呢間客房就可以連通返出去露台嘅。咁如果想間房再大啲嘅話，就駁埋出去咯，推埋出去封窗咁就 OK 啦嚇。洗手間位。全部都係做咗3段式嚟分開嘅，咁就係乾濕分離。即使有人喺入邊上緊洗手間，出面洗手台都用到。
另外一間客房就比較常規一啲，就唔介紹咁多先啦嚇。主人房呢度要重點講下啦。我而家企呢個位 ，Kenny 企呢個位，全部都係贈送嘅，所有標槍位全部 book 好晒，交俾你用，可以自己設計更加多嘅、更加好咁利用呢個空間。另外洗手間咧呢度咧，如果企缸位唔需要咁大個企缸位，可以直接擺浴缸喺度都得嘅。馬桶就移一移個位就得啦。而且洗手台就做咗兩個，咁就夫妻兩公婆喺度咧，同時朝早刷牙洗面趕住去返工，都會互不影響嘅。OK 啦，樣板房睇到呢度先。OK， 補充少少嘢。奇君悅來呢度咧，裝修用料品質非常之高嘅，好似牆面呢啲乳膠漆啊，全部都係無毒無污染嘅一線品牌嚟嘅。再入返嚟我哋廚房講講，無論係抽油煙機、煮食爐，全部都係呢啲大牌國內一線美的品牌嘅咁。科勒嘅洗手呢啲五金件啊，全部都有㗎。仲有就係 Total 嘅馬桶啊等等，所以呢方面咧品質質量呢啲咧完全唔需要擔心嘅。OK， 樣板房我哋介紹完畢啦，咁就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先。奇君悅來作為市中心最高品質嘅樓盤之一咧，而家都只係做緊14,500起嘅價錢嘅啫。咁如果唔想錯過呢啲品質大盤嘅話，可以 call 下 Kenny，我帶你過嚟睇一睇。